哇！咱真久无做出名人请就问的单元了呢。对啊，拢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啦。是啦，哦，真侪拢去受到影响呢，像咱迄非常了不起啊，还有导览先生的录影嘛是共款。对，啊，毋是迄工作人员轮流较紧，若无就是来宾较紧。是啦，讲到较紧啊，我都有一个代志想要讲。啥物话？就是听众朋友大家好，阮若是其中一个人较紧，这个节目就会休困，大家要有心理准备。我若较紧，你会当家己录啊？无法度，哈？是安怎会无法度？你会当做你上爱的歌手单元呢？因为无你我会死。这是毋是一条歌？是毋是可以使唱？是毋是可以使唱？这条要安唱？无你我会死，这条要安唱？你会晓？我即摆就甲你拍死啦！但是，若是我死去了，你等下来访问，就是你家己一个人爱访问即摆来宾哦。呸！莫安尼黑白讲话，我要来开场啊啦！拜拜。大家好，这是公司台语台开的 Podcast 节目，来听黑白边。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了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也有甲观众朋友写的批用台语念出来。大家好，我是还袂去互拍死，险去互拍死的黑边。莫安尼乱哦！来，甲你介绍者，这是阮白边。嘿，你好，咱的来宾甲你讲话啊，你还袂甲伊 Q 出来，咱要甲 Q 出来，但是伊的名足长的，咱要用什么 Q 较好？咱来欢迎咱进前隔壁栋的好朋友进前，毋是啊，咱即摆嘛是，咱一直拢是好朋友，你哪？迄是你好朋友啊，我甲伊也无熟悉。加讲都熟悉啊。哦，好啦，进前坐阮隔壁的朋友，嘿啦，对啊，原本是阮伊的名足长的，但是其中一个名是进前新尴尬的主持人。安尼听众朋友敢知影伊是谁啊？其实伊拄则已经有出声。嘿啊，你毋是爱甲我吐槽讲，听众朋友看到标题拢知影是谁啊？这毋是你咧吐槽诶？无啊，这就互相妄吐啊！无紧啊，无咱请咱的来宾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阿明詹伟明，头拄啊，咱的这个黑边和白边，感谢恁的这个小改有影进前迄个真长迄个 title 就是台湾新闻界精主持人，不是个今仔日会当来好好小改一下。即阵有一个新的这个名号，就是新闻世界通的主持人。对啊，因为阮今日找你来，就是因为你有新节目啊，会当来阮家宣传一下。你好我钱哦。好，私底下再讲下。听讲来宾拢是这个歌手，无啦，来宾拢是歌手选手，大家拢是来参加歌手节目的啦。哦，安尼今仔日我等下就来唱头拄迄条。都一条，无问题。无你我会死哦。你拄则会晓唱，你哪毋讲？我袂晓人。哦。迄是爱我你的死，是敢是这条？对，我本来是想这条。哦，所以无你我的死是另外一条。对啊，应该是吧？阿仔我拢学袂记。就是迄个刘医师迄条嘛。你莫遐认真啦！你莫遐认真啦！你还袂介绍了呢？主要是是世界通的主持人，无怪你是伊的好朋友，伊嘛拢安尼遮认真，然后拄定时我拢毋知要安怎才好。阮就是迄个认真无人，对，走会入。对，你还袂介绍了啊？哦，我就是阿明嘛，张伟明，进前安尼大家应该真熟悉啊啦。无一定啊，阮 Podcast 就是你爱认为讲，就是因为 Podcast 的听众就是拢无熟悉你，可能原本嘛无你听阮台语台节目，伊是可能伊可能是手机你准背的时阵，看到讲，那有一个台语的物件因才听。哦，所以即个咱讲 audience 是无共款的。对，阮的 TA 是无共的。TA 是无共，好啦，安尼我就搁介绍一下。对啊，这阵是你的通告有30分钟啦，你尽量讲。新闻世界通，就是即阵新的一个国际新闻啊，嘛邀请大家来做伙看。这是一个节目，其实头拄仔嘛讲我足无用的，所以我搁有做真济比如讲台语的教册也好啦，还是讲搁有主持2个广播节目。头拄仔有一个讲到就是歌唱节目。歌唱节目，有一个歌唱节目。这是这个汉声广播电台台湾 Double Bass。这阵拢甲哔哔掉，唔爱互伊讲，唔爱互伊广告啊！另外一个就是迄个中央广播电台，迄个或者是这个台湾夜市，台湾夜市。这我今天可能要问一下，我感觉真正优待的全部拢会在播出。无啦，这毋是电视台，应该是无要紧啦。
广播，但是 podcast 恁两个当做决定，甲加掉无。你安尼唱阮的听众，我会甲你就是比一字调啦，比声电台一声就好。对，所以就是安尼就无用啊。即阵有迄个即个台师大台文系博士班。听讲你有就是去演讲哦，世界去演讲。世界去演讲，对，因为即阵复兴国家语言，即个起草真兴啦，所以就是好你家在，毋是讲好你家在，迄当阵有踏入去即个新的即个领域，嘛到阵做回来加入复兴的即个，咱讲队伍内底。安尼看起来就是你做遮侪工课，又个是学生，又个是主持，然后又个是电台，刚才讲家己是 DJ 会使啦，嘛是无就是主持。若是讲 DJ 就是纯粹放音乐较济啦。对，但是我就是爱讲话嘛。但是你拄了这，你阁有伫教册。因为我知影你是迄什物 tutor 学台语的师资嘛，对。阁有家己成立什物工作室，听进前我会记你讲什物，你阁要去主持的节目。对，迄是未来台语台可能会互我这个节目起哩啦。未来台。听众朋友啊，又搁到咱唱歌的时间咯。阿明，你可能毋知影，阮遮有一个就是规定啊，就是录音机若是电池无电，若是麦克跳掉的时阵，搁开始的时阵，咱会来唱一条歌，咱会来唱歌，唱歌的时间到咯。所以我家己爱 Q 家己唱安尼。看你是要唱啥？看你爱我你的心，你伤大声啦！伤大声蹦起来。好来唱。青春无值钱，敢是安尼唱？我毋知啊。我会当唱15秒，你会当唱你感觉你上喜欢的歌。上喜欢啊！你无一定爱唱年度专辑这条啊，来年度歌曲啊。这敢有版权的问题，应该是无啦。爱情比你我想更加伟大。敢是这条？对啊，年度歌曲这条。对啦，喜欢骗哦。安尼你就唱着啊？你也袂唱啊？你会当唱别条啊？紧的啦，时间1分1秒，你看伊的歌单，歌单啦，无等下再来唱啦，安尼。等你想到的时阵，再举手啊！换你唱啊，白白，你最近做久无唱歌啊？我无想要唱歌，无袂当，你今日无唱一条袂煞。唉，我要唱金包银啊！把人的性命，既然要唱啊，把人的性命。无啦，我毋是要叫你唱这条，我是叫你唱别条。我干那会晓金包银。够别条吧，给你拔，免给你包，给你拔落。既然唱别条啊，阿明你想好啊呗？你莫看断去拔人。嘿啊，你刚毋是有一个网友，某哥，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石头嘛无彩工。听到无？线顶即个朋友，即个听众朋友，阮白边无爱你咧，就你就算甲伊求婚啊！你岛内度较济，我再搁安排伊继续唱哦。有人要甲求婚哦？对啊，有人要甲求婚哦，讲伊是一个好心妇的代表哦。哎呦，赞哦赞哦！哎，请问阿明，你找着啊未？要唱歌未？还是要先开讲？好，无咱唱这个《搁爱你一摆》。好，来，嘛是咧叫我两吼。阮家当唱15秒尔，版权就是15秒嘿，来开始，start。不知你是伫倒位，我想要听你温柔的声音。以后我会当作毋捌你，无咱的过去。15秒。哎呦，15秒。不要那伊最认真的啊，不然歌手节目结束啊，歌手节目感情的，歌手节目结束啊啦，即摆今日已经毋是歌手节目啊。今日即摆练小话节目啊。无，那唱者，就是比主持人较厉害的，今日就毋是歌手节目。主持人万度。咱拄则什么万度，阮是就是一个会当调整的节目。拄则讲较济啊，就是讲到你的迄。咱袂记你就是之前当伫倒位，无记到时阵加就知影。但是重点就是讲，你做遮尔济工课，咱华语有一个名词号做斜杠。意思讲是，就是讲你的人生有足侪变化，还有就是摕真侪物件。是。但是我们想要问你，甲讨论讲，你若感觉认为讲，若是台语，你安怎称呼即个名词的？安怎讲你家己？是即个斜杠，英语就是 slash 嘛吼，啊，台语我都甲惯系换做是即个咱讲环棍啊。环棍啊，迄个棍啊是环的啊，因为工课一个接一个嘛吼，啊，迄个环棍啊就代表一项工课，啊，所以即个环棍啊，你就亲像咱讲咧招标共款吼，对，一个接一个安尼，吼，安尼一直接落，一直接落。啊，甲欢茶加一早，敢有关系？无讲啦，无相用的，所以你咧自我介绍都会当讲
我是一个怀骨仔的青年。我是一个怀骨仔的中年，即马应该是行入去较中年，你已经有中年，过35岁吼。你敢知影我18岁，伊19岁，对，安尼我加你17岁、18岁安尼。你加伊17岁，对。那是几岁？19加17，36，对啊，系啊，所以已经这么晓，已经是这个中年人。别啦，中年呐，好不好？心少年上重要啦。对，有影。安尼就是对你来讲啊，就是你遮尔济工课内底，你感觉，因为像对，我拄仔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就像你拄则你讲斜杠的时阵，你是先用英语去想。阮即马知影讲就是，其实你伫迄师大的讲座是有用，就是英语来介绍台语这个物件。所以对你来讲，就是你咧翻译的时阵，你会甲英语啊、华语啊，是讲一寡语言拢参做伙来去思考啊，想讲台语要安怎讲，敢是安尼？对，因为就是讲，最近嘛有看到真侪网络的朋友吼，有互我一寡意见吼。第一人讲，你第号名拢用英语咧读呢，其实因讲安尼真青笑，安尼真这个 fresh 安尼，我问感觉吼 fresh 安尼啦。我想到迄个广告 fresh， 你是讲 eat fresh， 你我逼掉。你不要袂使讲，你搁继续讲，结果谢金燕都来啊！结果这就是咱比上济。谢金燕，你会使唱啊？毋是咧讲吗？谢金燕，你会使唱啊？无爱啦，继续，继续。对，就是迄个工课头顶，就是英语为主啦，因为就是有人是安尼讲，这第号名用英语读安尼，比咱个加一手。来变做有诶是先华语，这个台语，安尼咱已经迄个开口就无去啊嘛。另外咧，有诶人佫建议讲，亲像讲，最近较不幸诶这个消息，因为咱讲日本诶这地方名，日本诶这人名，咱较使用较济，大家惯势已经看汉字读伊诶这个台语啊，但是我著甲伊迄个因迄个日语名，卡纳诶名，我著是读卡纳，因为我嘛学过日语，所以我著是直接读卡纳呢。有诶人就讲，安尼。伊袂关系，但是这是我的坚持，我就是讲，伊若是有卡纳，伊若是有音标，我就是读伊的音标安尼。对，若无音标，真正无法度才会读文音。文音对，绝对袂读华语安尼。若是唱一寡，就是有一寡地号名是迄种什物巴布亚，你讲啥？巴布亚纽几内亚，我都会读英语安尼。但是伊是因念迄阵就对啊，就是迄种，就是拉丁语迄种派系，迄种咩啊？我就先去 Wikipedia 找伊的英语读就是照伊的英语去翻就对啊。对，安尼读起来，因为我进前的时阵，大学我有去这个 The Netherlands 荷兰，去交换学生。我喺当阵发觉讲，咱拢甲伊翻过来。去甲外国人讲话时阵，颠倒你毋知伊的英语是啥物，是，所以迄个真食力害我，譬如讲，迄当阵大家拢为一个课仔内底，咧耍迄个 warm up 的游戏，大家熟悉家己，你就会，因就会讲，最流行的迄个文化，但是你拢知影伊迄华语的名是要安怎读，但是你英语，颠倒斗袂起来。这就是你出去了，你去迄个环境了，你发现讲，伫你学的过程当中有这个问题，但是像阮，伤激动，但是像阮关系内底学是无即种问题，所以就变成讲，迄是阮看袂到的所在啦。就是讲，因为你毕竟咱台语讲要现代化嘛，咱会当接受新的物件，但是咱总是嘛要行出去。咱行出去，你无可能拢是你翻译过一手，你毋知迄英语是啥物，主流的语言。嘛是英语啦，所以你无可能毋知伊的这个物件。我严重怀疑伊即马你配等下家己要讲的新闻。但是我有听人讲，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参加一个线顶的，就是国外的，就是台文的研讨会，因就是你讲台语，但是因像你讲当地地号名是啥物的时阵，因真正是像你讲的，因是惯势讲因迄个所在的语言，毋是像咱讲，就是咱先甲伊翻做华语，再搁甲翻做台语。就像你讲安尼，我感觉这是咱会当学习的所在。但是我这个人是有一个困难啦，就是你向我甲我讲，圣地亚哥，你要去圣地亚哥佚佗无？我要向我那边安尼讲的时阵，我可能会卡掉咧。所以这是我搁爱学习的所在。那你想要问讲，对你来讲，倒一项上食力？食力咯。对啊，就像你讲的，像我拄仔问的这翻译这，搁有这听起来对你来讲拢还 OK 啦哈。
还 OK 是华语还是台语啊？还 OK 啦吼。英语的来的。然后应该是台语啊，然后安尼吼。对啊，因为像看你有去教学生，啊，你搁有去国外做工课，所以对你来讲，我感觉这应该是应用伫你的生活内底，就甲喘气共款。舒缓气安尼，食力轻松啦，食力对啊，看你感觉什么食力的程度。食力应该是袂啦，就是讲因为。还是讲用上济时间。上济时间当然是报新闻啦。报新闻。因为报新闻，你是即摆伫咱台内底着，无要紧啊，无一定有人会听。因为报新闻，伊随时拢有新的这个物件嘛。对。啊，这个新的物件你着一直爱改，一直改，无可能伊就是一改拢是 OK 的物件。对。啊，所以你就是对迄个时间来调整，但是新闻嘛是上趣味上好耍的一件物件。哦。你若是要单纯做翻译啊，教册啊，迄当然是因为即阵拢线顶咧教，可能无迄个 face to face， 迄个一对迄个感觉。啊，但是毕竟迄个教学嘛是因过我真有兴趣的一件代志啦。啊，所以即阵拢袂食力，拢真介意啦，无就是拢袂去做啊。所以用时间的比例就是，譬如讲你即摆就是新闻用上侪时间，对，啊，再来就是准备教册，因为我看像即摆线顶教册就是你准备一段时间了，你去录好，啊，学生甲你问问题，还是讲恁就是对谈的时阵，才回答。就是我有这个录影录好势，迄个认证的这个课程，对。啊，另外咧嘛，就是讲你要山顶的开讲的迄种的，对，啊，真正是 free talk 安尼哦，真正就是 free。什么人才讲哦？老师你今年几岁？啊，因会问呢。老师今年几岁？外观？外观是袂问啦。体重外重。啊，伊拢看现啊，电视册开都有啊。电视册开敢看会出比例？比例迄种有救过安尼吼，你的意思是安尼是？你真是搞害你。无啦，迄是迄个吉他台才有安尼救啦。因为看有的吉他台就是我面碰光拍落，我夭寿啊，变甲做白安尼，但是看到伊本人，那会较乌安尼，那会较乌。啊，有的看起来翕起来做瘦了，伊去镜位徛起来，规个人安尼，三条啊，啊做悬呢，结果看到伊本人，那安尼尔，安尼尔。对。安尼哦。系啊。安尼，我要问讲，就是像你讲的，对你来讲拢做趣味的，你嘛拢做介意的。人讲兴趣甲趁钱是无共款的。对你来讲，食拢算兴趣。但是嘛，拢有互你趁着钱。应该是讲。敢有？你应该是讲，你爱选一个兴趣，互你的这个热度维持。一项代志，你若是无这个热度，你可能就无做袂久。啊，钱你就嘛知影，咱即度无可能趁大钱。你若是真要趁钱，你一定去MC啊、一电啊、等等，这物件嘛。啊，但是应该是会使啦。该样低调啊。无啦，规条嘿，咱就甲所有台湾的产业拢甲讲一轮嘛。就是因为真正因为我自高中开始就决定要做新闻啊嘛，啊，所以我就一路要读相关的这个科系啊。即侪人嘛讲，你其实要有真好的这个机会，你会当去参加什么有诶无诶，但是我就是坚持做即道诶，无早就趁大钱啊，但是做即道诶无可能要互你趁大钱，对，啊，但是这总是一个安怎讲，互你一个会当维持你有一寡知识的涵养也好啦，还是讲对世界认捌安尼。对啊，你知影想我问这个问题无？因为就是讲，阮的节目其实阮的听众朋友啊，听众朋友讲你啦，无，阮的听众朋友就是差不多有迄做细汉的，有迄什么0到18，年岁到底是要哪讲统计啊？就是有迄18岁、20通岁，有一寡就是要毕业的。啊，因为像阮顶个月6月份的主题就是毕业的主题。譬如讲大家去毕业旅行啊，是讲毕业了后，有一两个啊，就是写来讲，就是因着烦恼讲找无工课啊，是啥物啊？所以才想讲，因为你算前辈，36岁啊，会使做前辈。有啊啦，我系前辈，36岁啊，啊，你即摆就是你的兴趣遮济，啊你。因为我看你的就是你的 Facebook， 像昨啊录音进前，伊搁去什么岛？孤山岛。对，啊搁去爬山，啊搁去游泳，啊搁毋知搁去倒，啊搁有煮菜，这就是听起来是人生过甲足快乐、足丰富的安尼啦。就是想要请你互遮少年人一寡经验，讲伊免哪选择。譬如讲，应该做有兴趣迄个物件无钱，趁无钱。但是腰袂死，啊！另外一项就是钱足济，但是完全无兴趣的，像讲若是你，你甲因讲你安怎选择？第一项真正是爱选你所介意的，你袂即个万分之4人，尤其即个
少年人吼，初入去到社会内底，吼，你一定迄个咱华语讲仇恨值会真悬的这个工课啊，但是会互你一个吸收足侪物件，迄一定是真好的未来。你安怎去用拍？吼，你迄个家纸就是打袂死，我就是震袂死安尼吼。你要甲我震，我就是甲你震到底安尼，我来滚生笑吼。啊，但是真正就是迄个，你一开始毋免惊挑战。啊，迄个钱无济嘛，无要紧啊。但是日后恁就是豆豆粒子。啊，你讲到这个问题，我拄好想着讲，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啊，同学高中的同学，迄当阵因为阮拄好要出业的时阵，金融的环境拢无好嘛吼，金融大海涨。啊，尾下咧，因妈妈就叫伊爱去选一个读警察的这个学校。哦，警察对。啊，尾下咧，伊真正就是安尼读落来，安尼嘛做10外档的这个警察。但是我尾下想起来安尼。伊其实真稳定，但是伊的这个世界，伊无快乐，啊，伊的世界嘛，就限制伫咧遐尔。哦，对，所以伊若是讲真正对你的未来有兴趣，就是会当世界去行看看。啊，你讲支持讲，就是少年人，就是加出国去看看咧，还是讲出去外口走总一个啊，还是一定爱啊。虽讲即阵是即个疫情的关系，要出国真正介无方便啊。对。啊，但是若是下摆有机会，即阵。机票也咧贵啦吼，下摆一定会变俗，所以就趁迄个时阵安尼。无一定爱出国拍拼，但是爱出去看看、行咧。对啊，即个上无你就一礼拜嘛，一礼拜你看人安怎运作伊个这个国家。我当就是讲无上无一礼拜嘛，拜9拜5先看。等下讲用。别那你讲是咱大节目就袂比啊。袂啦，对。上无一礼拜去看看吼，好，安尼我想问讲，就是因为阮拄则讲着，阮的就是 podcast 的节目，就是差不多拢是遮的听众，但是阮有一批是差不多是20几岁到30几岁，啊，阮遮的节目，阮的节目拢是查甫较济呢。请问你的买奖也，因为我知影你的买奖也万外人嘛，对吧？啊，请问讲这万外人差不多拢几岁？查甫的较济，是查某的较济？我看统计起来也是查甫的较济，不是个真正互动的是查某较济哦。就是真正会甲你对话。你是查甫的吧？个吧？对，因为因拢是真支持吼，啊，但是对台语嘛真注心的，足侪人的安尼啊，女性的比例虽然伫咧数字看起来，但是因为我的这个口罩开起来嘛足侪重的啊，对，所以伊迄统计可能嘛有真差，但是我真正看到实际咱讲迄个黏度较黏的是女性安尼。咱两个会念都是查甫也查甫的，可能是查甫的。我甲咱会拢查甫的。佮甲你求婚了对吧？对，你看，佮有人甲伊求婚。无啦，无即个代志。对啊，阮之前阮当初是打开始的时阵，因为阮当初是一开始像出名人声，就问阮是先找阿凯啊。哦。对，柯富凯。是。柯富凯当阵就是，迄当阵是有一度。女性的比例欠甲超过一半，真诶，但是就如迄概念就无啊。小料都无样。李云老师的时阵嘛是，佮有一寡女性，过来就拢查甫的奇怪，就拢查甫的。是啊。对啊，愈来愈侪查甫的，愈来愈侪。到迄小诗歌，你知影小诗哦？小诗汽车迄个。我知。到迄时阵查甫规个变甲。安尼好啊。胸更较悬呢。无紧啊。T A 真稳啊。表示阮的 T A 拢是男性。是啊。因为即阵本地就是迄个。毋是迄个大场的市场啦吼，是迄个变小场。迄山顶的弟弟妹妹啊，跳出来甲阮鼓励一下哈。18岁，姐需要你来关心。啊，所以你讲年纪咧，差不多。年岁差不多，我看起来是50几岁较济。50几岁，因为阮面册就是台语台面册使用的嘛，真正是差不多是40-50岁较济。对，阮 YouTube 统计起来会佫较济，60几岁。可能是因为我感觉是因为讲老大人伊伫厝无代志，背手机啊伫看影片，可能就是因为伊安尼演算法互因就是看起来较济。但是我感觉讲其实实际上有伫回应的，像你讲的黏度较黏的啊，还是讲有伫回应咱一寡时事主题，我感觉嘛是一寡较少年的朋友。较少年对，有影，迄甲 TA 主动性有关系。对啊，对。好。过来就是你知影？哎哟，你有自觉呢哦。啥物啦？我本来想讲，这今日是我甲阿明的开工节目啊。后面换我问啊啦。好啦，来请。好，过来就是想要问讲，头前有讲到台湾新港界金主持人，伊是一个政论节目。对。哈，甲即嘛，即个新闻世界通即个国际节目，国际新闻。你感觉伫咧录影进前的准备两种有啥物无共款？准备的内容是差不多，就是看迄个主题上的这个无共款吼。但是政论节目伊就是
逐工有无共的主题，啊，一工就是一条，啊，但是国际新闻伊迄落包含的面向是全世界，每一条新闻拢有，啊，亲像阮的节目内底嘛是有真侪迄个访问的这个部分，所以譬如讲透过连线，亲像日本发生代志，阮就真正访问日本。要伫遐即个台湾人安尼，啊，甚至是有一寡资源都紧来甲用起，啊，所以准备上是差不多，嘿，只是讲因为政论节目毕竟伊是真大规模的节目，啊，国际新闻伊的即个资源相对上较少啦，啊，但是，所以我家己感觉我事前准备。进前这个政论节目已经是真济啊！啊，即阵这个国际新闻是更较济安尼，啊，因为人少啦，对。所以我感觉你跟你后壁一题会当做伙问，安尼全部拢念的呢，伊拢已经先偷偷甲你铺路。嘿啊，就是因为我有看节目啊，就是恁拢会有一张图，就是有迄什么报道的主流媒体，就是你会看。每一个国家的主流媒体，啊，因讲有新闻重点，对，啊，想要知影这个新闻重点是安怎选出来的？是主要咱讲这个国际新闻要甲其他台这个国际新闻有一寡跳出来物件这个就是无共款的物件所以阮就是甲这个譬如讲 New York Times 啦、Washington Post 这寡新闻的这个重点，啊，主要拢是因的这个头条新闻啊，有当时头条新闻可能迄天拢是差不多的。你就要精选讲，这个可能是第2条、第3条，佫较趣味的。啊，另外咧，这个国际新闻，阮有一个主题性，所以是安怎咧？就是日本和韩国，阮想要加关心一下，毕竟东亚这个地区离咱上近上近，啊，所以这个主题比较起来，会互观众朋友较介意、较了解啦。啊，收视率看起来，真正有就是其实讲真的啦，就是甲像之前你讲的，阮唱的歌，可能有当时就是听众朋友的回应，笑到要死的是怎样，就是较挖进因的生活，是啊，互因心内有一种什么较新的，很久的细牙齿嘛，佮人屎嘛是有人会回，无？啊，你讲啥？就是因的感觉讲，就是较挖进因的生活。讲我知影我早听阮老爸唱过，也是有啥物啊？就像东南亚嘛是，就是较国际的物件。但是你愈我今仔的生活，咱有听过有看过，咱才袂讲有一种心内有一种距离迄种感觉啦，对啊。啊，所以迄个国际主流的这个报道内底，我嘛是会精选和台湾相关的这个主题啦。就是因为即阵你嘛会当看到讲，日本和韩国这个媒体真正看台湾的这个气氛，还是讲看台湾的这个角度，还是讲应用放真侪资源伫头顶安尼。所以你会当看迄个报道，比以早咱咧讲。国际主流媒体咧看台湾，迄真正差足济。即因的看法，对咱的看法，甲就是报道的角度看起来嘛，已经拢无啥共款啦。敢有迄时差的，时间差的问题。时间差的问题一定有诶比如讲，咱讲New York Times 甲 Washington Post，因为是美国嘛，甲咱差12点钟、13点钟。譬如讲，我咧准备的时阵，因拄好是迄天上新的。所以咱11点报嘛先来小解一下11点，这免比啊啦新闻世界从11点报出来的时阵，你准备的时阵，差不多拢是因上新的，所以阮报出来拄好时间对，所以你到报出进前，你得拢一直去准备哦。对啊，随时拢来阿明这张新的，阿明这个有一张新的安尼。对啊，无啦，因为拢是我家己拣尔，你家己拣无别人呀，无别人。有啦，有一个制作人，制作人嘛是帮我做这样。这条等下后壁讲着，无紧。过来，同款嘛是新闻世界通伊内面就是有一趴，就是你家己去一趴，嘿，一趴对啊，对，就是有一寡的新闻是你家己去美国采访的，对。那呢，请问你的题材是安怎来？啊，规个团队有偌济人？这嘛是真正拄好去美国这个经验，之前我就伫遐做特派记者嘛，所以。今年拄好捡到一个1月2月时阵，捡到一个足长的假期，所以我就去美国遐找一寡老朋友。你意思就是讲迄啥物前主持人拄对，有迄个巴拉巴拉巴拉，迄个休困煞安尼，我有拄好去美国这个采访的这个。我拄则嘛想要叫伊安尼，甲迄个名佮念一遍，但是我感觉我会卡掉了，所以我决定讲我要不。前主持人，你会当讲这个新闻世界通的这个进前迄个节目的主持人，你个等啊嘛，愈讲愈长嘿，所以你之前有一个休困，所以你就去遐做特派记者嘿，过来。无啦，应该是讲我进前就伫美国做特派记者，
哦，对，啊，我就伫遐嘛，所以有一寡资源，吼，拢开始应用。比如讲，我去采访这个 TEDx， 就是咱驻 New York 经济文化办事处的这个处长。啊，所以因为伊是咱讲这个 UN 吼，这联合国的这个第一线，所以访问伊是非常需要的。啊，毕竟伊进前有含咱的这个嘛是共款驻联合国的这个大使，所以伊含伊真侪活动，所以去甲学一寡这个资源，伊的台语不哩练转，而且因的买奖也嘛拢有替你讲过。哦，对，害我这小编个学袂走，过去老话，所以因真正注重这地啊，但是迄个时间上你开的成本真重，你要甲伊直接因为外交单位，因为来来回回的时间比你访问30分钟了的时间偌济，可能是前几啊个月，吼，你爱先联络台湾的外交部，啊去到遐，因为遐拄好是我熟悉迄个人。啊，但是伊嘛是来来回回公文足济，啊，内底有一条就是讲，主题安怎进来？主题都是嘛是甲台湾有关系，像就是讲 UN 嘛，啊，另外到 Washington DC 就是迄个华盛顿 DC 的这个首都的时阵，因拄好有一个台语学校，啊，所以这台语学校正就是咱台语代替的，啊，你去看什么咱的卖奖也头顶的这个 rating。啊，好，你刚才台语台嘛，甲我分享哈。有啦，卖你啦。迄个 rating 就是 pro。阮小编嘛是有咧做工课。有影，恁这 pro 诶。阮小编咧做工课好无？对，啊，但是恁也袂分享进前，伊迄个跳起来，迄个数字就是足水啊。哦，毕竟无嘛不要紧啊。无啦，我的意思是讲，比较起来就是讲，较硬，我嘛有访问迄个葛莱伊吼 ，Bonnie Glaser， 迄就是地壳的学者，啊，但是迄因为是英语放送的啊。甲迄个主题性，虽然嘛是讲台湾，但是大家迄个瓦镜的距离无像咱讲这个台语学校遐尔啊亲起来呢。对。啊，但是这安尼讲起来，就当讲新闻世界通，伊是有关心国际啊，但是嘛有关心咱海外。台湾侨胞安尼，对，所以这未来嘛是拢会继续，尤其新闻就是这个资源已经建立起来，啊，因就一直等物件。恁的关系就已经伫咧啊，所以互相就是会当互相交流。所以因有迄新的消息都会弹过来。对。哦，啊，比如讲，伊会甲你讲，阿平我要结婚了，你要来吗？好，你帮我出一个机票钱，我就去啦。啊，你甲你寄你的钱，甲你出咯。无啦，这版免寄你啊。这版免寄你啊，出去免。出去免啦，等来3天啦。啊，3天会当伫厝啊。哦，啊，你过来拍过来翕，所以你家己一个人做。对，真厉害。所以你就该光摄影机啊，踩遐。伊就是迄啊，去访问。伊拄仔讲啥？怀军啊。伊是怀军，家己一人光一边有无？用跳的安尼。哦，我看你的面册，就是你是去美国度假呢，原来是去做工课。我做工课呢，我就不哩遐认真，但是迄进前我拢无铺。所以你去访误会啊，人叫是你出去爽。无啦，我是真认真。对。我真认真，我真还蛮恭维，但是我就实在。你拄则甲我讲有你团队几个人？哦，团队目前是这个4个啦，4个人。对，这都人介辛苦，因为我爱看其他的这个新闻的这个时段，啊，拄好阮录影的时阵，伊过来看头看尾，啊，伫咧阮嘛是会讨论啊，譬如讲拄着大代志的时阵，即阵要安怎来去做应对啊，要紧有人来访问啊。对。伊拄则讲，就是咱分享的时阵，迄个数字有跳起来，我帮要甲伊讲。成功毋免伫我，但是你要成功的时候，一定爱去找我。哦，这叫我讲我袂好讲嘞，好你刚才你帮我讲。成功毋免找我，但是你要成功的时候，你爱甲我讲。对。我是咱是要去看，是咱是要去加入哈。无紧啊，你有需要小编的时候再甲阮两个讲。你有需要去看，还是需要加入？哦，这个问题伤贵。这问题伤深吗？到时阵等你要成功的时候再甲阮讲。好。编的拢真厉害。编的拢真厉害，阮就学白编啊，来听白编，学白编啊。学白编。好，过来，就是想要请问你对家己的未来，敢有啥物望啊？是想要做的代志？因为像你即摆是。就是讲真济方向、真济方面去发展，一定有迄种就是做较少的，因为像你即摆演讲无济吧，有个吧，演讲无可能真济啦，但是因为演讲毕竟是，譬如讲你嘛是爱经，经一寡单位啊，迄个单位是你感觉适当的学习的安尼，啊，但是未来会当感觉讲继续为台语嘛，啊，足济人已经咧做啊，但是咱做一个通考的角色。好啦，我帮你想一个啦，紧甲博士读个了啦。
这吼，这是这个研究生。听众朋友拄则迄声别意思是讲，伊的心内你伊的心内你讲较无好听的话。无，我的意思是讲吼，这吼就是研究生礼貌运动。我讲祝互你紧毕业啊，我无讲。因为就是遐个撑足久，无都毕业无。听众朋友啊，你研究生礼貌运动什么意思？就是第一，你拄着研究生的时阵，袂使问伊讲你当时要毕业；第二，你袂使问伊讲你的论文写到倒。袂使啊！连论文写了未？连论文这两字拢袂使讲，袂使讲你的论文即摆啥款，你的论文题目，你的什么歹势拢袂使。期刊有投袂嘛袂使，就是卡哩期刊啦。我甲你祝福啦，因为连讲等你博士好了，恁就使讲，咱这边来欢迎詹博士，博士，不能再甲你换一个态度来接过来，可以当来唱一遍，搁一个欢鼓，咱可以当来骗一个通告费啊！我著歹势讲骗钱，你著甲你讲。无啦，后摆可能是新节目啊，新节目，搁要新节目，主持啊。我要先讲哦，主持节目你咧捧物件来阮食，那无阮会甲你退通告哦。无问题，无问题。退通告哦。过来就是工商服务时间啊，虽然你拄则已经宣传过，无要紧，互你宣传一摆。好，讲较详细咧。新闻世界通啊，新闻世界通，每礼拜一、拜五暗时11点到11点半，正准时14台机台。我都是讲，伊讲唔对，公司台机台。对啦，吼，啊，这个网络顶嘛看有哦。网络顶吼。啊，阮12点半佫会这个定播一届哦。哦，所以就是困袂起的人会当起来看新闻哦。哦，真正佫做侪困袂起的。对，我有看到网友佫伫遐甲我开讲。我真正有人讲，十一点讲咧看，数字看，佫真正有人看。对，真诶，因为我看到迄线顶佫有差不多30-40个，啊，因佫会甲我讲话。敢是阿明的妹种安尼。我。专干的单，恁倒是没有30台电脑？无啦，我有30个机口做啦。无啦，滚生笑。哦，那你今日这无得到遮？用个手机。无要搁唱歌哦。无，你搁要唱哈？你搁想好啊？吼。我哪有无爽快？互你收尾啦吼。再见的歌有什么？再会，再会。难分难离在心底。你用唱啊，最近真正歹唱啊，歹录啊。好啊，结束啊。结束啊！今天要结束啊！创啥？你想要甲恁朋友开讲，你等下节目结束的时候，你就使去找伊啊！你即摆呢一直甲我个节目先收尾，我先收尾。那呢，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后礼拜请继续收听出名人，请就问来请问，多谢大家努力，耶！大家好，这是公司第一来开 Podcast 节目，来听欧白边。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从啥？你甲我顶来？你怎啊？这毋是恁朋友？你紧张啥？我稍声听袂出来。顶来啊！大家好，因叫个啥哈？你这部叫啥？新感慨。台湾新感慨真主持人安尼哦。我本来要讲这句啊，这句敢会使讲？会使啊。哦，好，搁一届嘿。好。后礼拜请继续收听出名人，请就问，来就问，来请问啦。哎，搁一届。